后来今仔日开放到12岁到17岁青少年来注 BNT 的疫苗。啊，伫要注射进前，医师就来提醒着学生，爱确保着家己健康的状况。根据着目前临床的经验，12岁以上的对象注完着 BNT 了后，真会来出现着头痛、落瀉、发烧，或者是关节、肌肉酸痛的症头。上界担心的是心肌炎甲心包膜炎。医师再一次提出着建议，注完疫苗这几天，若是出现着骹手四肢无力、心跳无规律、呼吸困难、头佫真会气喘等等，一定要马上去予医生看。BNT 疫苗头一天伫校园开始做，可能有真侪状况，有的家长透早赶紧替囡仔送健保卡来，是讲这个预防社敢要做，讲起来真为难。多多少少会啊，但是问题是他们在学校的话，群聚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打一下比较安全吧。除了烦恼副作用，学生对本身的了解嘛真要紧，敢有对药物也是对一种预防社过敏，这种是注射前医师问诊的重点。第一个栏位他就搞不清楚了，他就问他有没有药物过敏或什么，他们两个就说我怎么会知道我有没有药物过敏啊？是说他也真的不知道，因为都是爸妈知道，所以其实爸妈我觉得也有这个责任，要跟小朋友先讲好。目前依照一管署甲 BNT 疫苗临床的试验，满12岁注疫苗7天后，上接出现的症头就是住的所在会痛，头壳会痛、落瀉、发烧，也是关节筋脉酸痛，也是颜面神经麻痹，有10%的几率会出现心肌炎加心包膜炎。很强的免疫反应在进行。所以全身觉得腰酸背痛然后到处不舒服。心肌炎最多可以到30几岁，打完2个礼拜之内，如果有什么胸部啦、心脏方面的不舒服，或者觉得全身非常的倦怠，还是看一下医生会比较好一点。医生提醒讲，大部分的副作用伫3-2天内就会消失，伊毋过持续出现四肢无力、心跳无规律、强要未喘气、咳咬喘，这款心肌炎的症头，就要赶紧去找医生。